后壁农会主要是饮用乌山头水库纯净没有污染的水源，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土质非常适合种植水稻，所以种出来的水稻非常的香 Q 好吃。希望可以青年可以返乡来后壁一起种稻啊，然后大家一起合作，让后壁更好。今年的图腾是特地请由后壁高中美术班的同学学以致用来替我们设计的，然后它图腾主要表达的是传承由老农传接给青农，然后再加上我们后壁2个主要的兰花还有水稻，去找出2个 slogan， 就是拦下你的人，盗走你的心。农会可以跟高中来合作，其实是个很不错的创举，因为他们可以主动推广给整个台湾的人知道说，不只是我们后壁稻田彩绘本身有非常好的栽种技术，那还有我们艺术的部分，其实也办法跟这边来做一个适当的融合。非常多的活动，包括国庆烟火，还有我们的稻田彩绘。然后10月1号，我们后壁的稻田彩绘图腾就会正式开幕了。然后欢迎全国的民众来到我们后壁台南，欣赏我们的好东西，然后吃我们的好米。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怡婷。台南的彩绘稻田，你有看过吗？台南市政府已经连续9年举办彩绘稻田活动。2020台南好米季即将在10月初登场喽！结合今年创新的彩绘稻田主题，绝对是你中秋、国庆连假来台南的必打卡点。今年的彩绘稻田特别邀请了后壁高中美工科的同学一同参与图腾的设计，并以拦下你的人，盗走你的心为主题，创意十足。也邀请观众朋友一同在10月的时候来到台南，不仅能在渔光岛欣赏到国庆烟火，也能来到后壁观赏独特的稻田彩绘。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我们后壁农会所办的农田彩绘。其实我们常常看到墙壁彩绘或是彩绘村。那事实上，农田的彩绘其实在近几年来也越来越多，主要是利用我们稻田不同的作物、不同的配色，能够造成各式各样的图案。其实从空中鸟瞰起来是非常非常漂亮的。那当然，这又第一个又对环境友善，第二个不会造成环境污染，第三又可以形成一个观光资源。所以呢，我们很感谢后壁农会能够举办这样的活动。我们稻田彩绘活动未来还是会持续的推动下去，能够让更多的好朋友可以一起来体会农村乐，体会稻田彩绘。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8月24号礼拜1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最近风台季节，加上梅河过境，开始落青光雨，这嘛考验各地容易淹水的所在。立委陈田辉为了加速落地了，专门去排水整治，特别邀请水利署长南下甲里长座谈，希望争取经费，彻底解决淹水的问题。为了让中央了解地方对治水工程，包括内水甲外水的整合状态，立委陈田辉特别邀请水利署长分别甲安南区、北区的里长座谈，会中里长拢相当踊跃发言，对着治水工程进度或是设计拢有所埋怨。其中专门溪甲落地了排水进度上慢，竟是互地方相当烦恼。当然，毛里长希望会当摆脱安中河的歹名声。安中咯，这个安中河这个问题吼，大概落大雨，拢做大水，住户拢淹水吼，这变全国新闻吼，所以即摆咱东安路即摆有咧发包来做这个涵箱吼，这涵箱目前打做头3分之，无到到明年4月，才会当拢完成吼，好做了。较来看会积水安中路，这安中河会当改名的。这段会中，立委甲里长以替地方的治水发声，嘛希望加强相关清扫防汛道路的整建。最后，水利署长嘛答应专门溪排水，每档会编列2公里的预算作为目标，加速执行。
同时宣传封城期间经营渔温农地来降低水患。其实咱即马北区甲安南区啦吼，即个排水系统，其实伫咱水利署的协助之下，其实咱争取将近超过62亿啦吼。但是还是有小部分，因为包括咱内水甲外水，是无法度做一个足好的即个串联，所以变成讲会有足侪问题产生。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水利署也做了很多变通的方式吼，包括的征用我们的这个农田或渔温地，然后在紧急的状态来作为滞洪的使用，其实这个都有发挥它一定的成效。当然，咱即马所希望是讲，咱希望咱中央的有省，包括咱闸门溪排水，因为它是中央管排，所以咱每一档哦，咱的本有省其实都是非常有限，所以我们署长也答应说，哇，他未来就是每年希望2公里往前推进，希望能够赶快完成曾文溪排水的整个整治。那我相信这个整治完之后，其实对于安南区，然后包括6块寮排水已经纳入前瞻，然后所有相关的抽水站现在不够的一个量体，我们水利署也愿意来补贴预算，这个争取预算来做一个量体的增建。那我相信在包括前池在北区跟安南区把最后这所谓2层的这些最后1里路把它完成，我相信这个部分就能够把整个安南区的还有北区的一个排水做得更加完整。那面对这种的极端事件我相信必须要软硬兼施。所谓软硬兼施是说硬体的工程固然是需要，而且这个速度必须要去加快如何让我们的淹水的面积更小一点，退水的时间更快一点。所以我们需要上游必须要去滞洪，下游的抽水机的抽水的容量可能要增大。署长强调，面对极端的气候，治水就需要软的甲硬拢来，所以所有里长的建言，水利署拢会落力检讨，希望一步一步互地方摆脱淹水恶梦。今日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虽然肺炎疫情对观光产业造成冲击，不过观光旅游局长郭正辉积极透过各种的管道，邀请全国各地社团来台南旅游。24号，国际职业妇女协会嘛伫前副总统卢秀莲带队之下，来到台南进行2天1暝行程。来自全国各行各业妇女所组成的国际职业妇女协会，24号中昼特别来到台南出名的小姐要来享受。会中带队的正是前副总统卢秀莲，因为伊嘛是该协会台湾创会理事长。即摆伫疫情期间，为了支持国内旅游消费，今年第1场的规划嘛特别选定台南进行2天1暝温泉美食之旅。其中对着关南岭的风华再现，嘛认为加入历史文化元素相当要紧。我感觉上关子岭非常的美，可是好像如果要提升它的那个观光水准，市政府应该还可以下更多的功夫展现关子岭它特有的这个风景还有它的文史故事包括它可以说是台独思想的发源地，这一段历史秘辛。这个时候你们应该，我昨天有偷偷去看那个地方，证实蔡同荣先生在他台大毕业以后到关子岭召集有志一同讨论台湾的前途我希望这个我们市政府应该把那个地方好好做一段历史的回顾。透过陆陆续续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邀约我们也期待就是说能够有更多的民众可以透过这一些人的一个带领来认识台南之美，然后甚至呢，他们也可以在这过程中给我们更多更好的一个关于观光品质提升的一些建议。当然，这段行程会当来台南背后大力牵线甲出行的，正是观光旅游局长。会中市府副秘书长嘛代表市长精送伴手礼予前副总统卢秀莲，希望伫因的交流甲推荐以后，会当予更较侪团体拢来台南观光消费。今日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议会第3届第5次临时会24号召开定数委员会。会长确定议事日程为8月31号到9月9号。这届临时会主要是要审查108年度台南市的总决算，
并且提出儿童少年保护助理条例草案、正式监视器以及动保园区设置太阳能专区2个专案报告。伫个大会主席议长郭信良的主持，包括副议长林炳利以及听事委员蔡玉辉、王家珍、区丽丽、吕维英甲地区员24号下午共同召开听事委员会。市府方面，伫个副市长徐玉田甲秘书长的带领，包括各局处长拢到场来出席。会中确定临时会议程对8月31到9月9号，其中有关社会局中加收入户老人的健保补助，甲生活津贴不足的2亿外的垫付款案，因为是109年度的预算，听事委员反对用110年度来垫付，因此要求追加减预算来办理。咱社会局对这2条钱要开始今年度要实行，这责任是伫今年发生。今年发生，你既然要用垫付案，我认为这是无理的。你提垫付，因为你已经超过你原预算的20%哦，提垫付是可以，但是你不应该是放到110年的总预算，应该你还是要放在109年的追加预算里面才对。临时会除了审查108年度台南市的总决算，另外还有2个专案报告，包括儿少保护助理条例草案、正式监视器，甲太阳能专区设置动保园区的示范评估。原本听事委员阁要求政府甲警察等中央一条边的单位，嘛爱针对政策来提出专案报告。毋过有委员反对，认为伫个业务报告就应该来提出，最后才无被列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做16岁成年礼活动，今年首次公私协力，由市府结合庙宇委托安平开台天后宫承办。为了彰显17世纪大航海精神，主办单位特别打造热兰遮号船头，由市长主持开运典礼，并且向安平开台妈祖来祈福，祝福所有参加的学员成年以后梦想起航。台南市做16岁成年礼活动，23号上午伫个安平开台天后宫来举行。今年总共吸引将近300名的学员报名参加。主办单位天后宫以大航海的概念为主题，现场设计一只仿古的热兰遮的船头，由市长来主持启航仪式，带领16岁的青少年勇敢向前。在现在，我们要追求18岁公民权，要修宪。我们现在要遵循古礼，做16岁。总之要跟各位表示，既然来安平开了天后宫，我们的妈祖一定会庇佑各位平安顺利，在人生的路上健健康康、顺顺利利。刚刚大家昨天天气还不错，今天就下大雨，也告诉各位人生有风有雨，但是不管怎么样有风有雨，我们现在做16岁已经成年人了，各位先跟家人、跟兄弟姐妹、跟好朋友一起度过。台南做16岁成年礼是全台特别的传统习俗，过去拢是由民间的庙宇伫个七夕举办过七娘马亭、软轿脚来代表成年。今年民政局首次甲庙宇结合，举办成功启航山海郡的绿岛祈福之旅。伫个传统中，融入大航海的主题，不但创新，而且阁具有教育的意义。台南新闻综合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以音乐阅读文字，以乐曲串联生命。透过台南爱读册欣赏台湾文学，享受听觉带来的阅读飨宴。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由上主青甲三观路有线电视所举办的爱在社区主报营，
第二梯次，高中甲高中的营队为期2天的课程圆满结束。营队当中，学生除了学习采访、写新闻稿的技巧以外，佮亲身坐上主报台体验报新闻。爱在社区主报营队的高中组进入第2天课程，除了要互学生认识媒体素养、了解公用频道甲电视分级制度，接续就是参观摄影棚。了解电视节目录影的流程，甲各种软硬体设备，学生拢相当兴趣。实地看到记者将采访摄影的素材，透过剪接，到将新闻包装起来过程。当然，主播营的重头戏，就是要教学生如何成为专业的主播。所以除了有相关技巧的分享，有伪装造型教学，还要亲身来将主播台录影操作，相当充实。双子星有线电视首度举办主播夏令营活动，邀请台南市25位学生一起到双子星有线电视参与。双子星3冠王有线电视首次举行为期2天不过夜的新闻营活动，邀请台南市25位学生到电视台总部参访。为期2天的主播营，除了有静态上课，嘛有动态体验，希望让学生在轻松趣味课程当中，嘛会知影如何分辨消息，做一个聪明的阅听众。最后，主办单位嘛颁发结业证书，为这2天的课程为下完美句点。我想你们应该也都体验到，怎么做节目，那也有可能有上主播台来看一下说，怎么去当一个主播哈。那除了这之外，应该也有体验到我们另外一个媒体识读跟媒体素养。好，那我想这个应该对这2刚刚提的那你们都有进一步的认识了哈。那对于媒体的报道，以后你们可能就比较懂得说，我怎么去从媒体这边得到资讯，而我也可以去辨别，而不会被误导。暑假尾声，爱在社区主播营队除了让学生体验学校当中较少家己的新闻媒体训练，嘛让学生大开眼界，收获满满。台南新闻阮及何强邦采访报道。由行政院农委会水土保持局甲运动百货共同主办的水保同乐活动，22号伫台南大运动百货登场，包括市长黄伟哲、水保局副局长王进伦拢到场，甲小朋友同乐，共同宣导水土保护的重要性。由行政院水土保持局台南甲台北分局共同策划，融合科技、游戏甲知识性的参观体验的水保同乐系列活动，第4站来到台南大运动百货来举办。主办单位带来小朋友上爱的小涵，甲大运动百货的太阳宝宝，和小朋友做伙互动，吸引未少的家长带小朋友参加。看上远方，牵起你旁边的朋友，蹲2下，好，踢脚，拍拍手，到，来。水保、水土保持，你可以看到刚来的市长来的时候，外面在下大雨，有时候没有做好水土保持，那个树把它砍掉了，草把它弄掉了，那个雨直接滴到泥土，泥土就会变成水就冲走，冲掉就冲到海里面去啦，就弄不回来。所以呢，要保护我们的土壤，保护我们的土地是很重要的。台湾就这么小，水一直冲，就越冲越小。所以呢，我们很需要让我们的水保概念能建立起来。那尤其是我们各位大朋友、小朋友，都是最重要的。水保局是一个在地经营的一个政府机关呐，那常常在地跟民间合作。那我们过去有很多水土保持的经验，那我常鼓励同仁做这个宣导，不是看电视就是要逛夜市把好玩的、好互动的，通通带来现场那我们希望今天就发挥寓教于乐的目的希望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能够享受我们今天水土保持的互动的教具，相信大家今天一定可以玩得愉快我们今天透过很多的活动游戏，包括 AR， 让小朋友等一下能够了解说水土保持的重要性。希望今天通过这样子寓教于乐的方式的话，能希望带给一些小朋友我们一些新的对水土保持一些概念。我们一起来保护我们的地球，爱护我们的台湾。
现场台南也推出限定的水爆卡麦拉的摄影棚，市长黄伟哲更加亲自体验水爆好好玩，并且和水爆小尖兵共同担任一天的防灾专员，宣示水土保持甲爱山护水的决心，并且透过科技 AR 甲 VR 的实际体验，共同宣导水土保持甲防灾的重要性。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四季爱心歌友会以歌会友，每当拢会举办歌唱比赛。今年因为肺炎疫情的关系，原本3月比赛，延到8月份举办。22号伫总理饭店顶场，比赛分做中青、下青甲合唱，分别选出前3名，并且颁奖表扬。台南市四季爱心歌友会伫理事长张永安的带领，会员一档比一档搁较济，目前总共有160位，而且每年拢会举办歌唱比赛。今年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活动延到8月22日来举行。比赛分中青、下青甲合唱3部分，并且分别选出前3名。理事长张永安表示，歌友会成员无分年龄，目前会员对5岁到82岁拢有。今年特别感谢议会甲几位议员的赞助，举办2场杯的歌唱比赛，连理事长甲夫人嘛拢上台来表演。世界爱心歌友会目前的成员有160几位，希望大家对这个歌唱有兴趣的来加入我们的行列。还有我们目前有开班的，礼拜1、礼拜6都有开班，在晚上7点到9点，礼拜4、礼拜天有3个小时的练唱时间。我们这是非常平民的收费，希望全市的我们的市民如果对歌唱方面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参加我们的世纪爱心歌友会。我想互议会就是讲非常鼓励咱的社区有真济有意义的活动像这个歌唱比赛可以让所有的爱唱歌的朋友有一个能够试试身手的机会那大家能够互相来交流，透过比赛做一个交流，我觉得这是非常好那也特别谢谢我们的世纪爱心歌友会我们的张永安理事长非常用心的办理这样1长杯的歌唱比赛让整个活动非常的丰富跟精彩另外，因为会员大部分拢是退休，而且是翁仔某同齐参加。今年歌唱比赛，协会嘛特别颁奖表扬结婚满40冬的翁仔某会员，并且由卫福部中央健保署的署长李伯章来颁证纪念奖牌，总共有8队来受表扬。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8月24号的中港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